高雄凤山5甲2路18半暝有倒摆烧弄，双方是冤家相骂，其中一边佫找7个朋友来赞声，佫想要伫警察面头前来动手。另外迄边嘛找里长来协助，佫质疑讲警方想要查案。警方是表示讲，除了车祸，将对凶害的部分卖来调查上班。 姓陈的查甫人违规下双轮线到对向的车道，弄红灯伫行姓李的男性未付险弄起哩。事故发生伫咧5月18半暝11点，高雄凤山5甲2路甲南河街路口，双方就安尼发生纠葛，警察到现场无偌久，姓李的男性就捞7个人来。 姓陈的查甫人找阿姊支付来协助，说互姓李男性的人包围，对方当警察的面呛声要拍人，因惊甲里长求助，毋过里长到现场，说互警察动落来。警方甲我赶啦，讲无你的代志，你闪啦，这个当事人老遮就好啦。我是你长咧，我是你长，我是来了解什么代志呢？ 陈小姐指控讲，警察明明就伫咧现场，说干那赶人，要甲人带转去警察局。现场警察答应讲要办这件案件，想要交去派出所了后，警察干那办车祸，无办对方涉嫌恐吓，互民众真失望。他出来只拿了车祸3联单给我，我才说不对啊，然后我才2度带他入所。我跟他说不对，我们是要告叫嚣。承办员警才导向说，告车祸到时候只是告来告去，浪费时间。 让我感觉到这就是劝退。10多分钟，再至吴甲所提出告诉，警方受理约1小时后，依规定开立证明单，未有推诿不受理之情事。警察解说讲，并无提责任唔办案，姓李甲姓郭的男性先后依照妨害名誉、恐吓等罪嫌函请侦办。另外6个人是依照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街头暴力高风险分子，警告袂使再犯。记者高雄报道。